Hello，歡迎大家收睇灣區樓市有一講一，我係 Tony。臨近年尾，樓市又進入咗衝刺嘅階段啦，各式各樣嘅促銷廣告鋪天蓋地咁嚟嘅。最近呢，唔少街坊問我，珠海北嘅馬爾代夫總價17萬起，可以賣到800尺嘅兩房一線江景單位，仲話30分鐘返到港珠澳大橋，樓下仲有香港嘅直通巴、大泳池、有晒會所，呢啲神話一樣嘅屋苑，到底係堅定流？其實屋苑嘅準確位置喺中山嘅神灣站磨刀島，叫香山小鎮。聽落係咪筍到難以置信啦？正所謂邊度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啦！今日就同大家深度咁起底呢個特價江景房嘅真實情況到底係點？廣告以真相，17萬究竟可以買到啲咩呢？首先要解開第一個謎團，17萬起係點樣計出嚟嘅？廣告上寫住嘅係按毛坯價計算，呢個係關鍵。以樓盤最細嘅面積75平方單位為例啦，總價17萬，毛坯價錢，但係發展商實質上咧並唔會單獨出售所謂17萬嘅毛坯單位，真實嘅銷售方案係一個捆綁式嘅套餐，毛坯價加10萬蚊嘅裝修費，再加10萬蚊購買2個車位，實際落樓總價要去到37萬。實地探訪翻珠海北嘅馬爾代夫嘅真實面貌，拋開價錢嘅迷霧，呢個盤嘅自身條件又如何呢？環境同埋配套理想係豐滿嘅，現實又係骨感嘅。屋苑最大嘅賣點係一線江景，樓盤確實位於神灣鎮嘅磨刀島，四面環水，靠近西江邊，環境同埋空氣有一定嘅優勢，呢一點就唔假。廣告自稱珠海北馬爾代夫，主要就係想借住呢一點江景資源做文章，但係一旦落到日常生活，問題就浮現出嚟啦。屋苑周邊3公里範圍內，商場、街市、鋪頭均為零嘅，日常嘅生活要出去幾公里外嘅鎮中心。換言之，基本嘅生活配套係嚴重缺乏嘅。想買餸、食飯、行街、睇病都要依賴交通工具前往5公里外嘅神灣鎮中心，車程10分鐘。對於習慣便利生活嘅人嚟講，呢一點可以話係與世隔絕咁嘅生活方式。更令人擔憂嘅係，屋苑周邊係有工廠喺度生產運作緊嘅，未來肯定會有噪音同埋環境嘅影響嘅。同樣施工進度係令人心寒嘅龜速模式，呢個係當前最大嘅風險。根據廣告同埋部分資料，項目二期宣稱係交樓時間遙遠，要到2027年下半年。去到工地現場睇返，雖然有3棟樓已經係封晒頂，但係外立面工程一直係停滯不前。其餘規劃嘅棟數呢，更加係未見有施工嘅跡象啊！二期嘅施工人員極度稀少啊，相比之下，已經交付嘅1期反而有裝修工人喺度作業緊。漫長而不確定嘅等待期，對於買家嚟講呢，意味着巨大嘅風險啊！樓市嘅政策、發展商嘅資金情況有任何嘅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影響到最終可唔可以順利收到樓。屋苑嘅前世今生有令人擔憂嘅黑歷史。香山小鎮並非係一個新盤，佢嘅發展歷程係頗為曲折嘅。樓盤最初係由南城地產操盤，一期嘅名係叫南城香山小鎮。後嚟發展商出現咗資金問題，導致一期曾經長時間咁停工過。更嚴重嘅係，之前有業主反映，一期部分單位承諾大裝修交樓，但係最終只能毛坯收樓。後嚟通過抵扣物業費嘅方式解決，過程係相當難受。雖然目前二期已經改名為綠島香山小鎮，發展商變更為澳康光通器件有限公司，物業為雅生活智慧城市服務有限公司，但係呢一段嘅黑歷史無疑令屋苑嘅信譽蒙上咗一層陰影啊！買樓唔單止要睇眼前嘅價錢，更加要睇發展商嘅誠信同埋執行力。冷靜分析低價背後嘅高風險邏輯。總價37萬買2房嘅
800尺江景單位，價錢算落呢確實係要遠低於其他屋苑。但係呢個便宜背後，你可能用到以下幾種嘢嚟交換：犧牲日常嘅生活便捷度，接受一個孤島式嘅環境，將幾十萬資金沉澱喺一個需要等待2年，而且施工進度不明朗嘅屋苑上，可能會承擔發展商嘅資金鏈、屋苑爛尾或者係減配嘅潛在風險。即使將來收樓，由於位置偏遠、配套不足，房產會唔會有一定嘅保值？可唔可以順利辦到房產證，都係一個大問號啊！總結嚟講，香山小鎮嘅特價仿然好似一個價格陷阱咁，廣告用極致嘅低價吸引眼球，但真實嘅門檻、居住成本、時間風險又被大大咁淡化咗。佢比較適合完全唔需要依賴本地配套、資金充足且風險抗壓能力極高嘅少數人群。對於絕大多數以自己住、保值、安穩為首要考慮嘅街坊嚟講，呢個筍盤可能係一個大伏位。臨近年底確實係睇樓好時機，但係避險比追筍更加重要啊！與其搏一個唔確定性極高嘅遠期樓花，不如實實在在睇現樓或者係準現樓，一手交錢一手交樓，即時收租或者係入住，風險大大咁降低。以下推薦幾個中山唔同區位，性價比高並且係更加穩陣嘅選擇，方便街坊對比翻。第一，火炬區嘅健康花城璞園，核心賣點地鐵口物業，即買即收樓，生活配套成熟。屋苑位於火炬開發區康樂大道，係一個大型成熟嘅社區，全新期數。最大優點係未來廣州地鐵18號線南延長線地鐵口就喺屋苑嘅正前方，預計2027年通車，長遠嘅保值潛力係明確翻嘅。屋苑自身嘅配套成熟，步行200米就到太陽城商場，生活極其便利。目前有清盤特價單位，總價80萬可以買到89平方嘅3房2衛，性價比突出。第二，西區美林假日，核心賣點配套自給自足啊，性價比極高嘅西區上車盤，最大嘅特色係自帶大型嘅商業體美林廣場，食肆、超市、娛樂一應俱全，完全唔使擔心生活嘅問題。周邊嘅學校、醫療配套豐富，總價66萬可以買到80平方嘅2房單位。第三，市區中山6路鴻銳一品，核心賣點係現樓交付、品質現臨同埋升級會所兼備。深圳嘅發展商鴻銳打造屋苑已經係現樓狀態，所見即所得，主打嘅係新亞洲度假式現臨，擁有6米台地現臨，4000平方嘅皇家會所，國家標準嘅恒溫泳池加室外無邊際泳池，呢啲高端配置，健身房器材非常之多，居住感體驗非常之好。地理位置優越，幾分鐘嘅車程可以到達中山嘅高鐵站、星河 Coco City 大型商圈，以及往返香港嘅直通巴士站點，適合於追求生活品質、注重屋苑環境嘅買家。第四，翠坑新區嘅港銀海怡灣，超低首期門檻啊！現樓針對前期唔想拎咁多錢出嚟嘅街坊，發展商推出咗1萬蚊首期嘅震撼活動，而且發展商仲送埋契稅同埋維修基金，唔使自己俾呢兩筆錢，大大咁降低咗上車嘅門檻。屋苑已經係現樓啦，雖然話屋苑樓下嘅商鋪係未成熟嘅，但係距離屋苑800米有商業街，再從商業街行多300米呢，就有大型嘅商場。商場有中山知名嘅1+1超市同埋海港城酒樓，基本嘅生活需求完全可以滿足到。同時設有永東巴士站點，方便往返香港。仲有希爾頓酒店、星巴克、麥當勞呢啲大型嘅品牌啊，係目前市面上難得嘅低首期現樓屋苑啊。第五，市區博愛7路遠洋上東新天地，低首期上車市中心黃金地段，位置喺傳統市中心黃金地段嘅博愛路，
周邊嘅交通網路發達，商業濃郁，屋苑推出咗首期5萬蚊上車方案，俾街坊可以以極低嘅門檻佔據核心區嘅物業啊！遠洋品牌嘅交樓標準，裝修一直係非常之有口碑嘅。對於重視地段同埋交通便利性嘅年輕上班族同埋退休度假自己住嘅街坊嚟講，吸引力十足。睇完以上屋苑，再對比翻香山小鎮，優劣一目了然。年底置業務必要記住以下幾點：第一，現樓為主，喺目前嘅市場環境下，可以選現樓或者係近期交樓嘅準現樓，盡量就唔好選擇遠期嘅樓花啦，避免一切嘅交付風險。第二，配套為重啊，層樓係用嚟自己住嘅，每日嘅柴米油鹽出行就醫先係核心嘅需求啊，寧願單價高少少買配套齊，都好過單價低買一個孤島效應啊。第三，計清條總數，唔好淨係睇廣告上面嘅低總價、低價錢吸引翻，一定要計清總數嘅落地價、房款、稅費、裝修等等，再結合翻自己嘅需求啊。第四，查清底細啦，多次查詢發展商嘅背景、屋苑過往嘅歷史，尤其係有冇負面新聞同埋延期交付記錄啊。希望以上嘅分享呢，可以幫到大家睇清樓市嘅實際情況，喺年底嘅樓盤促銷潮中揾到個真正適合自己住得安心又放心嘅屋苑屋企。今期節目分享到呢度啦，大家睇完條片覺得對你有一定嘅幫助嘅，麻煩大家點翻個 like， 訂閱翻 Tony 嘅頻道。各位街坊朋友，仲想深入了解其他屋苑嘅呢，歡迎喺評論區講低或者係直接 WhatsApp Tony，Tony 會同大家分享翻最真實嘅屋苑情況，做到有一講一。拜拜。